距离12月18公投日只剩8-9天，民进党全国大串联，上午进行干部的路口宣讲活动。市长黄伟綽利用上班前交通尖峰的时刻，带领台南市的党公职，包括立委郭国文、王定宇，甲侪位的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共同伫个小东路甲中华东路的路口宣讲公投4个无同意的立场。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行出去；4个不同意，台湾行出去；4个不同意，台湾行出去。4个公投案关系到的，不是政党的输赢，4个公投案关系到是国家、台湾人民的未来。而且，民主进步党所有党公职辛苦服用，所有市民朋友，12月18号拜六的一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站出来，做伙出来动，做伙出来斗，做伙出来挺，挺好台湾平安，挺好台湾会当过关。4项无同意，台湾上水气；4项无同意，台湾上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公投超越政党，公投的结果影响全民。拜托大家，阮徛伫个街头，甲各位拜托，一定要出来投票，投下4项无同意，互咱的台湾会当继续水落去。市长表示，经过这段时间，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街头的宣传，民众对着公投的意见哪来哪清楚。虽然各团体甲政党有无同的意见，不过徛伫个执政党的立场，为了确保台湾的利益甲民众的健康，市长黄伟綽表示，对着公投4个无同意有信心，会尽力来宣传。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论述，大家能够好好的再去厘清。那我们从民调上一个显示也可以看到，大家都已经慢慢的对于各政党也好，各团体的主张已经慢慢清楚了。希望在12月18日，大家做下一个最明智的决定，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团体或政党所提出的这个公投案，我们持反对的立场，我们持不同意的立场。那这样来确保台湾的利益，确保民众的健康，以及确保能源的安全，以及确保台湾免受核灾的这个威胁。非核家园的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持续支持。我相信这样子的4个公投案，我们绝对是有信心的。民进党选伫上班车流量上济小东路甲中华东路口来举行公投的宣讲活动，配合着文宣的发送，希望民众伫12月18踊跃出来投票。另外，伫12月12日，民进党嘛将伫林木娘公园的广场，还有一场大型的说明会，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